終極捕獵高手蒙古少女只得14歲。最近天氣開始凍啦，但要喺香港感受冰天雪地嘅，睇怕就只有去冰雪節啦。仲嫌小兒科啊？咁不如試下跟佢喺寒冬嘅狩獵季節，捱住零下40度嘅低溫，攀上4000幾米嘅雪山，騎馬打獵啦！講緊嘅係近期喺 Canon EOS 7D Mark II 電視廣告出現嘅蒙古少女阿蘇 Pan。年紀輕輕嘅佢只得14歲，但係已經受過 BBC 等國際傳媒嘅追訪。呢位小姑娘有咩咁特別？講你都唔信啦！佢係唯一一位傳承咗哈薩克族6000年傳統，識得訓練金鷹嚟捕獵嘅女獵鷹人。好多人會稱佢哋為終極捕獵高手。而呢個傳統原來一直都係傳男唔傳女㗎。所以阿蘇身為女性能夠做得到，令好多人對佢非常敬佩。喺呢輯 EOS 7D Mark II 電視廣告拍攝期間，阿蘇面對冷冽嘅強風，都依然眼神堅定，純熟咁駕馭金鷹，散發住一股獵鷹人嘅自信同埋豪邁。攝影師用 EOS 7D Mark II 呢部旗艦級 APS-C 單反，影低咗好多珍貴嘅照片，全靠高達1秒10張嘅連環快拍同65點全十字形自動對焦，準確捕捉金鷹由展翅到翱翔天空嘅全部英姿俾大家睇。同阿蘇一樣，終極捕獵高手呢個稱號真係完全名副其實啊！